Hello， 我是 DJ 巨炮，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《Todo Dado Marseille》。土耳其冰淇淋就像是女人的心，在你的面前转来转去，捉摸不定。这音乐跳 King 也可以跳 Locking， 我说你说的就像土耳其的冰淇淋，几个高级和弦，几个切分音，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，就像麦克冰，还能秀杂技。你最好继续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。哈，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，电吉他这个时候出来干嘛到底？你猜不透也想不到，摸不着的舞曲，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？谁说拍张国风一定要被灯笼？谁说写中国风一定要上街直运动？我看见自己下车，只为月台的交通，管他滚什么曲风。想要给的惊喜，几个高级和弦，几个切分音，我写的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，就像麦克冰，还能秀杂技。你最好继续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努力。哈，换个乐器就像换个兵器，电吉他这个时候出来干嘛到底？你猜不透也想不到，摸不着的舞曲，我总是为了什么出其不意到底？谁说拍张国风一定要被灯笼？谁说写中国风一定要上街直运动？我看见自己下车，只为月台。